試咯，完咗第一節再算啦。紅啦。係啦，你接住先啦，最多噏最多算咯。呢部係嘛？收睇。冇意欲向波，直接踢低佢喎。即係撞開咯，我見到佢撞。有冇出腳啊？睇埋。我見到有個身撞開。咁佢有冇機會係建立後防守位置慢咗？佢唔係真係前面咯。OK，要翻係咪？睇埋幾號射波？15號。白色10號兩發。白色對犯3次。深色
21炒。白色24，深色7號白。8秒進攻。8秒進攻。白色2號人。深色21湯，白色15湯。
2號會對啊！好波，阿哥阿哥。40秒。20秒。